亚里家己梅山的灵养国小是1960年成立的，尾也是因为即摆囡仔愈生愈少，伫2015年的时学校废校。去年呢，就有民间的公益协会去申请认养这间学校，不过即摆当地人发现讲，这个协会是大主大意，甲学校内底一寡树啊拢错掉，社区即摆是要求县府爱出面处理。 社区理事长手比的这丛树啊，互人错甲只敢若剩1/3，边啊抑个真侪树啊是规丛拢互人错掉。灵养社区发展协会讲，国校废校了，有一个协会来领养，结果所甲内面的树啊拢总错掉。一个基金会来到咱遮，未开始建设着，将咱先民留落来的遗迹。 古树拢甲错错咧，搁甚至边仔遮个农博啦，遮个环境开始破坏，村民感觉讲足毋甘、足愤慨安尼啦。毕竟这是较早阮村民所管出来的地嘛，大概是一本机一枝头所掘出来，较早是用掘的，无机械。安尼的时阵，互外口人来遮伫管损害，阮会感觉真毋甘。 社区讲，互人错掉的树啊，有一寡就偏喺边仔的山坎，唔知敢会造成危险。第二，管理灵养国小的太平国小讲，依照领养的合约内面，只敢讲会当修剪，因过领养单位怎么所甲树啊规丛错掉，已经要求因爱提出说明。有关于龙井国小校区树木修剪的事宜，那我们已经有接受到村民的一些反映，近期会强力要求承租单位。 上山来来跟我们龙眼国小的社区居民来做说明以及协调。社区统计，互人错掉的树啊，有4丛烟花、2丛梅花、1丛土马桂，有的也阁是学校成立进前就已经种的树啊。记者打电话去领养单位问，对方无接电话。嘉义县教育处讲，领养的协会无权利错学校内面的树啊。了解情形了，若是情形严重。 会考虑解除这个协会领养合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